你係咪都試過？明明覺得自己對頭家盡心盡力，對老人家孝順，對細路仔緊張，樣樣嘢都想做到最妥當、最體貼，但偏偏有一排屋企嘅運勢就好似穿咗個大窿咁，做咩都唔順，財聚唔埋，人又成日無端端嘈交，個心硬係有種講唔出嘅慌亂，好似腳踩唔到實地咁。究竟驚啲乜自己都未知。好多人一遇到呢種情況，第一時間就去四處求神問卜，以為惹到啲咩唔乾淨嘅嘢，又或者係屋企風水擺錯陣。你成日去廟裏求，求咗咁耐都唔靈，其實唔係神明唔幫你，亦都唔係外來嘅邪靈搞你，有一種風水嘅破壞係你自己親手造成嘅，而且往往發生喺你自以為最用心、最體貼嘅時候。特別係端午節呢啲大節日，老一輩成日講，農曆5月係毒月，端午嗰日更加係五毒出動，陰氣極重嘅時候，為咗鎮住屋企個氣場，家家戶戶都會掛艾草、配香囊。而喺呢一日，有一場拜祭係絕對唔少得嘅，就係拜地基主，即係一直守住你屋企根基嘅守護神。但係偏偏有唔少人就喺呢場最重要嘅拜祭入面，犯咗一個極大嘅禁忌。講個真實發生過嘅事，喺呢座城市嘅舊區，有位叫近姑嘅街坊。近姑份人出名細心，係個完美主義者，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煮飯做家務樣樣皆精，連一條抹台布都要折得四四正正。前幾年端午節下真3、4點左右，日頭開始向西斜，近姑同往年一樣喺廚房後面靜靜雞擺咗張矮矮地嘅小木台，台上面擺咗一份熱辣辣嘅飯餸，一杯白酒，仲有幾味精緻嘅家常菜。重頭戲梗係一隻濃得油靈靈嘅大雞皮。本來呢隻雞皮係原隻買返嚟嘅，大大隻，睇見都流口水。但近姑望住隻大雞皮，眉頭一皺，心入面閃過一個念頭。聽講地基主身形矮細，成隻大雞皮擺喺度，佢老人家點咬得入啊？不如我幫佢斬細件啲，等佢食得方便啲啦。依家啲便當店都係切好晒上碟噶啦，睇落去擺盤又精緻啲，有心思啲。於是近姑踎低身，攞起把菜刀，砧板上啪啪啪幾聲，手起刀落，將嗰隻原本圓圓滿滿嘅大雞皮一刀一刀咁斬成一個個整齊嘅細件，擺到靚一靚先端上張矮台度。嗰一刻，近姑心入面覺得自己好虔誠，好體貼。佢絕對估唔到，就係呢幾刀，將守護咗佢屋企好多年嘅嗰位神明得罪得一塌糊塗，甚至將佢直接氣走，請咗出門。端午節過後，近姑屋企開始連環出事，先係做小生意嘅老公無端端被行家拖數，資金周轉出咗大問題，日日喺屋企愁眉苦臉。跟住係平時身體健壯嘅仔仔，突然之間發高燒，反反复复成個星期都退唔到，夜晚仲成日發開口夢喊驚，就連近姑自己都成日覺得成間屋陰浸浸。兩公婆無啦啦就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嗌大交，講嘢句句有骨，差啲連頭家都散埋。原本好好地一個安穩嘅家，突然之間好似失咗重心咁，四分五裂。近姑慌晒神，周圍去問人。後來遇到一位睇得通透嘅老前輩，老前輩去到佢屋企行咗一轉，望下個廚房，眉頭一皺，問佢：你今年端午節拜地基主嗰陣，俾咗啲咩佢食？近姑一五一十咁答，都係家常便飯，仲特登加咗隻滷水大雞皮。我怕佢老人家食得辛苦，仲專登斬到細細件，擺好晒盤先上台嘅。老前輩嘆咗口氣，搖搖頭話：糊塗啊！你斬碎嘅邊度係雞皮？你斬斷嘅係你全家嘅根基。近姑當場嚇到口啞啞，明明自己係出於一片好意，怕神明食得唔方便先斬細件，點解反而惹來大罵？點解一份自以為精緻嘅體貼會變成斬斷家運嘅利刃？你可能會覺得呢個神明脾氣會唔會太大？斬碎隻雞皮之嘛，使唔使搞到人哋全家遭殃啊？係咪太過小氣？其實如果你知道呢位一直踎喺你廚房暗角嘅老街坊究竟係咩來頭，你就會明白你手起刀落嗰一下，對佢嚟講
傳遞緊一個幾咁危險同殘忍嘅信號。要解開評估屋企連環出事嘅泥團，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你拜緊嘅地基主究竟係何方神聖？好多人一講起拜神，腦海入面浮現嘅都係擺喺客廳正中央高高在上嘅神台，上面供奉嘅可能係觀音菩薩、關帝老爺，又或者係黃大仙。佢哋金身法相，掌管住你嘅大事業、大運勢，係由天上請落嚟嘅正神。但地基主唔同，佢無金身、無神台，甚至連個正式嘅神像都冇。老一輩叫佢哋做地主公、宅神或者地靈公，佢哋唔係喺天上飛嚟飛去嘅大仙，佢哋就係踎喺你廚房暗角或者後門邊度嘅老街坊。民間流傳住一個講法：每一塊地、每一間屋喺你搬入去住之前，其實已經經歷過好幾代人。有啲人喺呢塊地上面開荒、起屋、過日子，最後生老病死。當中有啲前人可能走得比較孤單，無子孫後代為佢哋上香供奉，於是佢哋嘅靈魂就留低咗，化成守護呢塊地基嘅神靈。佛法入面成日講一句話：六道眾生皆有情。我哋學佛修心，唔係淨係識得拜高高在上嘅佛菩薩，更加要懂得敬畏同卑貶身邊一切嘅眾生。呢啲無主嘅孤魂雖然未能夠超脫，但佢哋並無害人之心。相反，因為佢哋同呢塊地有住極深嘅緣分，當你一家大細搬入嚟，喺度生火煮飯、開枝散葉，佢哋就默默咁承擔起咗守護你全家嘅責任。你可以想象下，佢係一個幾咁特別嘅存在。佢比你更加熟悉呢間屋嘅脾性，邊隻窗打風嗰陣會漏水，邊塊地磚踩落去會發出聲響。你個細路夜晚邊個時辰最容易踢鼻？兩公婆上個月喺廚房為咗啲咩事嘈交，佢全部都一清二楚。佢唔似客廳嗰位大菩薩咁遙遠，佢係你屋企最貼身、最低調嘅更亭阿伯。大運勢有正神睇住，但你日日踩住嘅呢塊地，夜晚瞓得安唔安穩，出入平唔平安，甚至乎屋企啲財氣聚唔聚得埋，往往就係靠呢位老街坊喺底層為你一點一滴咁托住。既然佢係咁樣一個身份，你拜佢嘅時候，規矩自然就同拜天神完全唔同。點解老人家教落拜地基主一定要用泥台，最好係一張去到膝頭哥咁高嘅小節台，甚至放張報紙喺地下拜？因為民間相傳地基主屬陰，而且身形唔高，大約只有3-4尺左右。如果你將啲祭品擺到上大台，高高在上咁，就等於企喺度恰佢生得矮，佢根本食唔到。呢個係極大嘅不敬。又點解拜地基主一定要企喺廚房或者後門，面向住屋入面拜？因為佢唔係出面嗰啲遊魂野鬼，佢係同你同住一個屋檐下嘅家人。如果你向住大門口出面拜，就等於當佢係外人，拜完順便趕佢出街。呢種做法真係會令守護神心寒。再諗深一層，你端午節或者過年過節喺廚房靜靜雞裝住香，擺幾味餸俾佢，呢個動作背後嘅意義係咩？其實呢個唔單止係一種祈求保佑嘅交易，更加係一種深沉嘅慈悲同布施。你係替嗰啲被時間遺忘、無人供奉嘅老靈魂補上一頓安樂茶飯。當你擺低碗熱飯、斟滿杯酒嗰一刻，你傳遞緊嘅係一份人情味。老街坊，多謝你平時睇住我頭家，今日過節一齊食餐飯啦。正因為呢份關係係咁親近，咁落地佢對你端上台嘅嘢就會有一份特別嘅執着同敏感。客廳嘅菩薩睇大局，廚房嘅地主睇細節。你對佢用心，佢自然保你家宅平安。但如果你喺啲微細位度行差踏錯，觸碰咗佢嘅底線，後果就好似痕菇咁，兵敗如山倒。講到呢度，你可能開始明白少少。地基主守護嘅就係你屋企嘅根基，一個負責幫你守住命脈同底盤嘅神。最忌諱嘅就係見到破壞根基嘅兆頭。而菌菇喺端午節嗰日，為咗貪圖所謂嘅精緻同方便，攞起把刀，將嗰隻象徵住圓滿同福氣嘅大雞皮一刀一刀咁斬碎。你以為切碎啲肉係體貼，你以為神明淨係睇你個心有幾誠，其實喺靈界嘅法則入面，你嗰幾下刀工
正正係親手斬斷自己屋企大門嘅鎖匙，將自己最穩固嘅氣場撕到碎晒。點解切斷呢個動作會惹來咁大嘅反噬？現代人講求嘅效率同精緻，點解喺無形之中變成咗瓦解家運嘅毒藥？要明白呢點，我哋要跳出拜神係為咗交易呢個框框。靈界嘅溝通好多時候唔係靠語言，而係靠意念。喺佛法入面，我哋好強調身語意業要相應。咩叫相應？即係你個心點諗，你把口點講，你隻手點做，三樣嘢要係連成一線。當你喺地基主面前，將一隻完完整整代表住圓滿嘅雞皮斬到七零八落，喺佢嘅視覺入面，佢收到嘅信號並唔係我想俾你食得方便啲，而係一個極度負面，甚至係詛咒嘅信號。斷，你細心諗下，地基主守護嘅係咩？係地基，係根。一個家最緊要係根基穩固，先可以聚到財，聚到人，養到氣。而切斷係所有風水忌諱入面最大嘅忌諱。喺神明嘅眼入面，你嗰幾刀唔單止斬斷咗隻雞皮，你直頭係喺佢面前演出嚟。呢個家連根都要斷開。躉姑當時只係為咗效率同精緻，呢種心態其實係現代人通病。我哋成日覺得搞得靚、切得細、擺盤擺得花俏就係有心。但喺老一輩或者靈界嘅規矩入面，呢種做法係捨本逐末，甚至係倒果為因。有一次，我同一位修行深厚嘅長輩傾開呢樣嘢，佢話：而家好多人拜神，其實係將自己嘅貪同急加咗落去。你怕神明食得唔好，係因為你驚佢唔保佑你；你斬細件啲，係因為你嫌麻煩，想快快手搞掂佢，好返去處理自己啲瑣事。嗰份心根本就唔係純粹嘅供養，而係帶住一種敷衍嘅氣味。靈界嘅眾生，佢哋對呢種氣味係異常敏感。你個心有幾亂，你擺出嚟嘅供品就有幾碎。當你將隻雞皮切碎，你同時亦都切碎咗你自己對生活嘅耐性。躉姑以為自己好體貼，但其實佢嗰份體貼係建築喺我以為你係咁嘅傲慢上面。神明要嘅係完整，係一個家凝聚唔散嘅狀態。你俾佢嘅係支離破碎，你想佢點樣喺呢個殘缺嘅信號入面俾到你一個圓滿嘅家運？呢種現象其實喺生活好多細節都可以見到，唔止係雞皮。你試下留意身邊有啲人做嘢成日爛尾，或者成日將嘢整爛整碎，食剩嘅餸菜唔捨得倒翻熱又翻熱，最後個賣相慘不忍睹，仲要攞嚟當飯食，或者屋企啲雜物亂塞，電器壞咗又唔整，將屋企搞到好似個清咁。呢種缺角、剩菜、凌亂喺風水學入面，其實就係一種敗氣。你每一日都用緊呢種碎嘅能量去餵養你嘅生活環境，日子耐咗，你個心就會變得好浮躁，好難定落嚟。你嘅家運亦都會好似你個廚房入面啲製品一樣，開始變得支離破碎，樣樣事都唔能夠善始善終。躉姑後嚟回憶起，其實喺嗰年端午節之前，佢哋兩公婆已經開始變得好急躁，講嘢唔再有耐性，做嘢成日急驚風。隻雞皮只係佢哋嗰種急躁心態嘅一個具象化。佢哋用呢種碎嘅做法去拜嗰位管根基嘅神，結果神明收唔到嗰份敬意，反而接收到一份呢家人想散嘅信息。所以話靈界睇嘅嘢，從來唔只係你個腦點想，仲睇你隻手點做。你想求圓滿，你就必須喺日常生活入面表現出一種完整嘅姿態。你連一隻雞皮都唔捨得俾佢食得完整，你又點樣去要求神明保佑你一家人完整無缺、長久安穩？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係咪以後拜神所有嘢都唔准切？係咪咁樣就叫修行？其實又唔係呢度真正嘅奧義，唔係喺隻雞皮本身，而係喺你嗰份心。當你意識到完整呢兩個字嘅重要性之後，你會發現你睇嘢嘅視覺會完全唔同。你會開始明白點解古人講慎獨，點解修行人講細行。無還從來都唔係突然之間降臨，佢係從你對生活嘅每一個細微之處失去敬畏嗰一刻開始，一點一滴咁累積出嚟。躉姑嗰排
真係好似中咗邪咁。佢見屋企一槍接一槍咁唔順，心入面嗰種慌，令佢做咗一個錯誤嘅決定。佢覺得既然拜地基主唔順利，一定係自己唔夠誠心或者做得唔夠好。於是第二年嘅端午節，陳姑發咗狠心，佢專登去市面上買咗最靚、最名貴嘅供品。佢唔單止買咗成隻走地雞，仲買咗好多進口嘅生果，咩車厘子、奇異果，樣樣都切得細細件，擺成花朵咁嘅形狀。佢諗住，今次我擺得咁精緻，又切得咁細膩，神明一定感受到我份誠意啩。佢甚至因為怕地基主唔知道佢嘅心意，喺祭拜嘅時候刻意加咗好多儀式。佢買咗啲好貴嘅金紙，焚香嗰陣甚至會對住個廚房背出一大堆從網上抄落嚟，據說係提升家運嘅經文或咒語。嗰陣時佢每日返屋企第一件事就係去睇下啲供品擺得靚唔靚。如果有塊生果酸化咗，佢即刻換過；如果有隻碟擺歪咗，佢即刻糾正。佢將成個廚房當成咗一個道場，日日喺度執住於呢啲外在嘅形式。結果呢，家運唔單止冇好轉，反而更加烏煙瘴氣。仔仔嘅高燒係退咗，但轉頭又因為學業問題同佢哋兩公婆大吵大鬧。老公嘅生意雖然有一兩單轉機，但轉頭又因為一個決定錯誤，賠埋原本賺到嘅錢。最離譜嘅係，陳姑自己因為長期處於一種要將樣樣嘢做得完美嘅焦慮入面，搞到成個人瘦晒、黃晒，成日失眠。有一晚，陳姑終於頂唔順，去請教一位喺深山修道多年嘅長輩。佢一入去就喊住話：大師，我年年都拜，年年都加倍用心，點解屋企仲係咁亂？係咪個地基主嫌我供品唔夠好，定係我做錯咗啲咩禮數？嗰位長輩望住傾姑，淡淡咁講咗一句：你用你嘅心去拜神，定係用你嘅恐懼去拜神？傾姑呆咗，長輩繼續講：你將啲生果切片，將啲雞肉斬件，你覺得係精緻，其實係你內心嘅分離同焦慮。你每一刀落去，都係喺度同自己講：我好驚做得唔夠好，我好驚失去呢一切。你拜祭嗰陣，心入面充滿咗恐懼、貪求同埋對未來嘅不安。你覺得神明食嘅係你嗰盤精心雕琢嘅生果，定係你嗰份充滿雜念嘅恐懼？嗰一刻，陳姑好似被雷劈中咁，佢終於明，原來一直以嚟佢執住嘅並唔係供養，而係一種補償。佢以為只要將供品擺得好睇啲，就可以填補佢內心嗰個家穩唔穩嘅恐懼黑洞。其實呢個黑洞係佢自己挖嘅。好多人就好似當年嘅陳姑咁，我哋覺得生活好似差咗啲嘢，或者遇到啲不如意，第一反應就係想揾外力去補救。我哋買呢樣買嗰樣，搞呢種儀式，搞嗰種陣法，好似只要填滿咗呢啲形式，我哋嘅生活就會變翻完整。但其實生活嘅缺失，往往係因為我哋自己嘅心散咗。你睇下日常生活中嗰啲碎碎念嘅抱怨，嗰啲對屋企人嘅挑剔，嗰啲對錢財嘅過度計較，其實全部都係一刀一刀咁喺度斬緊你一家人嘅氣。呢啲先係真正嘅不完整。長輩最後同陳姑講：拜祭唔係要你搞一套花俏嘅嘢去討好神明，拜祭係一個讓你喺繁忙混亂嘅生活入面停低落嚟，檢視自己嗰個心嘅契機。當你嗰份心定落嚟，唔再被恐懼綁架，唔再被貪念左右，你會發現，即使你只係擺兩碗白飯、一碟青菜喺度，嗰份氣都係圓滿嘅。陳姑聽到呢度，心入面最後一道防線崩塌咗。佢終於明白，原來佢一直以嚟都係喺度自製呢啲不幸。咁到底點樣先可以由呢種破碎嘅生活狀態入面重新立翻起嗰個穩陣嘅根基？係咪只要唔再切嘢就萬事大吉？當然唔係咁簡單。真正嘅風水往往藏喺啲令你意想不到嘅地方，叫做專注。我哋之所以會覺得生活支離破碎，係因為我哋嘅心太散。你切雞皮嗰陣，心入面諗緊遲啲要處理嘅公事；你拜地基主嗰陣，心入面諗緊邊樣嘢唔順眼。你就算坐喺度食餐飯，心入面都掛住個手機，睇緊啲無謂資訊。你嘅身體喺度，但你個心早已經飛去咗108000里。
呢種身心分離就係最大嘅破碎。錢鍾有個好出名嘅公案叫洗膽。話說有位弟子問大師：修行係咪好難？大師反問佢：你食完飯未？弟子答：食咗。大師就話：咁你去洗榻啦。好簡單嘅道理，食飯就認真食飯，洗榻就認真洗榻啊。如果你食緊飯嗰陣，心入面諗住下一件要做嘅事，你就食唔到嗰餐飯嘅味道。你洗緊榻嗰陣，如果你諗住食完飯之後要去邊，你嗰個榻就洗得唔乾淨完整。其實就係當下嗰份唔打折嘅專注。評估後嚟悟通咗呢點，佢再拜地基主嗰陣，冇再買咩昂貴嘅進口貨，亦都冇再去追求咩擺盤精緻。佢只係去街市買咗隻好普通、好新鮮嘅雞，簡簡單單煮熟，整整齊齊擺好。佢甚至連啲經文都冇背，只係踎喺廚房，喺心入面同嗰位老街坊講句真心話：多謝你一直守護呢頭家。今日呢餐飯係我親手整嘅，希望你食得安樂。你估發生咩事？嗰一刻，佢話佢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安穩，唔係話拜完之後即刻中六合彩，亦唔係話所有問題瞬間消失，而係佢嗰份慌冇咗。當你嗰份慌冇咗，你睇嘢嘅視覺就會變。以前佢覺得老公好煩，因為佢個心係亂嘅。後嚟佢定落嚟，佢發現老公其實只係壓力大。佢開始識得同老公傾偈，唔係再為小事嘈交。以前佢覺得仔仔發燒係個難關，後嚟佢發現只要細心照顧，病總會好嘅。佢開始學識照顧仔仔嘅情緒，而唔係淨係識得驚。睇唔出嚟，呢啲咪係風水嘅變化咯。所謂風水，並唔係啲咩神秘嘅氣場，而係你同呢間屋、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當你個人變得完整，變得定，你同人溝通嘅態度就會變，你嘅決定就會變得清晰，你對屋企嘅經營就會變得有規律。這就係我之前講嘅最高級嘅風水，叫完整。其實好多老人家留落嚟嘅規矩，好似唔好切爛啲供品，唔好擺剩菜，都係透過呢啲外在嘅完整嚟提醒你內在嘅收攝。當你強迫自己將隻雞整整齊齊咁擺好，你其實係喺度練習緊一份耐性。當你堅持唔用剩菜去拜神，你係喺度練習緊一份對生活嘅尊重。呢份耐性同尊重會慢慢滲透入你嘅性格，滲透入你嘅屋企。日子耐咗，你就唔會再覺得生活支離破碎。你會發現，原來穩陣安穩嘅生活一直都喺你手心，只係你之前太過急躁，將佢一刀一刀咁切散咗。拜神係咁，做人亦係咁。如果我哋一世人做嘢都係切到碎濕濕，樣樣都係求其，樣樣都係想快，咁我哋得到嘅福氣亦都只會係碎濕濕嘅。貧故由嗰次之後，性格變咗好多。佢依然係個細心嘅人，但佢不再追求完美，而係追求圓滿。佢明白圓滿唔係要樣樣嘢都做到滿分，而係要樣樣嘢都做得心安理得，做得有頭有尾。所以朋友，如果下次你又想話自己唔順，不妨睇下自己隻雞皮係咪切得太碎，睇下你自己嗰份對生活嘅心係咪散得太緊要。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既然心定就係風水，咁地基主究竟需唔需要拜？嗰啲禁忌究竟係咪迷信？其實呢個先係我最後想同你講嘅破。所謂迷信，係當你將恐懼外投，以為只要搞掂個儀式，命運就會自動變好。而所謂信仰，係當你透過呢啲儀式，重新拾回對生活嘅敬畏。好多人會問我，如果我之前真係斬碎咗隻雞皮，係咪會遭殃？係咪要請人嚟開壇做場大法事洗罪？如果我話你要做場大龍鳳先可以補救，咁我同出面嗰啲神跟鬼嘅人有咩分別？聽住，神明、地靈，佢哋係守護者，唔係齋主。佢哋唔會因為你做錯一個動作就即刻判你死刑，亦唔會因為你擺多幾塊靚肉就特登偏心保佑你。你嗰個心係咪真心想安頓頭家？係咪真心想尊重呢塊土地俾你嘅棲身之所？佢哋感應到嘅係呢份誠意。如果你真係做錯咗，或者之前拜得唔好，最簡單嘅破就係由呢一刻開始調整你嘅姿態。下次再拜嗰陣，哪怕只係一碗白飯、一雙筷子，你用一顆定落嚟嘅心，
恭恭敬敬咁擺低嗰個動作，就已經係最好嘅和解，亦係最好嘅補救。唔需要去揾咩高人，唔需要去買咩昂貴嘅供品。你嘅家，你嘅生活，主權永遠喺你手上。你唔好因為驚而拜，而係因為識而拜。識呢間屋，識呢份緣，識呢家人。其實我哋人生幾十年，邊個唔係喺度求一個根穩？邊個唔係想一家大細平平安安？行路唔好俾石頭棘親。嗰份求係人情之常，唔需要否定。但你要記得，真正令呢個家穩陣嘅，唔係嗰隻雞皮斬得啱唔啱，而係你個心入面有冇一份對當下生活嘅珍惜。你會發現，當你開始學識慢落嚟，唔再凡事求快、求切碎、求效率，你嘅家運自然就會慢慢聚翻埋。呢個就係佛法講嘅因緣。你喺心入面播下圓滿嘅種子，你生活入面自然就會開出安穩嘅花。鐵姑後嚟同我講，佢而家每次拜地基主都有一種好平靜嘅感覺。佢話個重點唔再係嗰隻雞，而係嗰一刻佢願意為咗呢頭家踎低身，恭恭敬敬咁做一件事。嗰種姿態令佢揾翻咗作為一個家庭主婦、一個妻子、一個母親最根本嘅安定。所以朋友，呢個端午節，如果你有準備拜祭，記住我講嗰幾樣嘢，唔好動刀，保持完整。最緊要係嗰份心。如果以前做錯咗，亦都唔緊要。從今天開始，圓滿翻你自己個心，你個家自然就會穩穩陣陣。人生活喺呢個世間，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但有一樣嘢你可以控制，就係你嘅心。你心定，家就定；你心圓滿，你嘅福氣就斷唔到。呢個頻道陪你行嘅唔係咩飛黃騰達嘅捷徑，而係一條令你個心可以喺呢個急躁嘅世界入面揾翻一點平靜嘅路。如果你覺得呢番話對你有啟發，不妨訂閱呢個頻道，同我哋一齊喺修行路上慢慢行。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寫出嚟，睇住佢完整地呈現，個心就會鬆啲。我哋下次再見。